看看这一回合，龚超呢，团队给他布置了一下，是不是能够有点变化？臂展吃亏啊，别这么打。拳头打在拳架上面，都是无效的。哦，没有经验啊，这是龚超没经验的地方。裁判没有叫分开，两个人分开之后呢，龚超这个有点愣神。哎，这个要算击倒吗？不算啊。更布坤过来确认一下啊，脚底下一绊，刚才把马克沙迪的这个重心给绊掉了。拼啊，中近距离拼1-2连击。帕在场边的这个指挥啊，虽然我们听不明白，但是让人觉得不寒而栗啊。这个有很明显的这种杀气在里边。好拳啊！压低重心之后的后手摆，前手还击都不错。这一拳，要裁判也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读秒，龚超危险了。他的右肋啊，肝部这个位置很危险，中立脚。但是这几拳都打在拳架上，不打了。龚超呢直起身子，放弃了防守动作，那裁判叫停了 ，TKO。今天的第一场 TKO。精彩的一场比赛，由我们的主裁终止了比赛，也是为了确保我们每一位参赛选手的安全。那么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红角在第3回合差不多在2分钟左右的一次 TKO 结束了比赛。在我们现在的职业比赛当中，我们的 KO 还是比较相对来说跟 TKO 相比还是比较少见的，因为直接一拳就被 KO 到地，然后不能再起来的情况比较少。然后裁判会在发生对拳手的健康状况和安全状况危险之前终止比赛。那么这就是技术型的一次 KO， 那就是我们传说中的 TKO。还是请2位拳手到拳台中间来宣布比赛结果，谢谢。我们的红方拳手异常的兴奋，比赛成绩还没宣布，已经在这是今天啊马克沙迪在拳台上面的表现。这拳确实今天打得比对手要高一个档次。马克沙迪在第3回合1分54秒 TKO 取得胜利。第3回合1分54秒，技术性击倒，今天的第1个技术性击倒。马克沙迪他的后手拳的分量比对手要强更多啊。投入自己的腹拳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准备一下了，因为我将在这个抽奖箱里抽出本轮的获胜者。今天这个红色箱子里好像放的比蓝色箱子要多。好，大家请看一下自己的票根，这场比赛裁中红色获胜者的荣誉获奖者的票根号是205-173-61。我再重复，不对，现在好像流行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那么就再重复2遍。票号是205-173-61。再说一遍，这场比赛的幸运观众是205-173-61。谢谢，可以到我们的吧台，已经到了，看见你了，恭喜你，谢谢。